这名丁仔卡摆摊做生意，伫淡市旧城区已经是长久以来生活文化。不过，丁仔卡本来就应该全面健康，才是行人安全、店家赚钱的观念。所以市府持续举办友善丁仔卡比赛，希望落实至少保留1.5米的人行跨度。其中，今年新路段第1名中义路，旧路段第1名是民生路，拢伫中西区成为双料冠军。这几年来的话，我们慢慢跟民众做沟通啊。我们有3个方式。第一个阶段是讲，多加宣导，给民众，给那个疏通观念哈，讲，请那个里邻或商圈或是店家哈，讲至少留1.5米的那个行人可以走的空间哈，让我们那个店家可以好好的赚钱嘛，行人可以有那个安全的那个通道嘛哈。第2个阶段的话，我们就是用竞赛的方式哈，强力的来做执行，请民众来配合最后的目标当然是做前面的这个7楼那个畅通了哈。台南人就是把7楼当作营业场所哈，坑汽车等等哈，有的甚至把那个7楼把它遮掩住哈，因为这个几十年来的话，大家都会相安无事哈，你一下子要把它做畅通，就是很有阻力所以就很困难。但是我们会一家一家做，慢慢的沟通了哈。自第一档就参与友善丁仔卡比赛现任南美里长，因为坚持这款对的政策，甚至向当时热市场建言，应该不只是丁仔卡健康、整备改善才是重点，所以嘛坦诚推动过程有真大的阻力，就是一户一户沟通，和店家形成共识，看见改善的效果。刚开始大家阻力是蛮大的啦，但是这双向式的，因为伊一定有甲7路畅通的概念一定讲出来，就是你只要留1.5米，头前你嘛是共款当做生意。阮并毋是讲将了规个畅通了整平了，你就袂当放物件，你就袂当做生意。所以有这种双向式的概念甲店家来沟通。当阵嘛甲讲你其实你若做了好你的生意颠倒会较好。将了是大人啊，遐轮椅的啦，一寡老弱妇孺反而会更好。他们来这边的话，会觉得说，这边的7路蛮友善的，印象好，因主人就来遮消费。里长嘛相当感慨，真侪路段丁仔卡整平以后，有新住户佮家己称权，变成无采工的努力，所以嘛希望公权力介入，伫请使用这招时，就要有所规范。但新闻管制何强邦采访报道。